咁喺度都同大家分享我發表其中一篇論文嘅簡介啦。咁呢篇論文咧係有關於情緒嚇，同埋咧《共觀福音》裏邊有關聖殿嘅結局啊，或者沒落啊嘅一個嘅分析嚟嘅。咁因為呢次嘅即係福音書嘅小組主題咧就係聖殿嚇，咁所以好多論文咧都係圍繞呢個主題。而我近年一直有興趣係有關情緒或者情感嚇同聖經嘅關係，所以就揀咗呢個題目嚇。咁其實都係幾好嘅，因為喺我之前發表嘅一篇就係Dr. Thomas Good 佢發表嘅一篇咧，就係講緊耶穌潔淨聖殿究竟係咪憤怒嚇？佢耶穌係咪真係嬲咧？咁啱咧，就係即係我自己呢一篇咧，就係處理即係聖殿沒落或者被毀啦嚇嘅情緒。咁我就唔係講即係耶穌有冇嬲嚇，我反而咧係喺共觀福音裏邊咧。就住呢個事件，當然係耶穌潔淨聖殿呢個事件前後嚇，有好多唔同有關情緒嘅描述。咁所以好似呢兩篇論文啱啱好係一個互補嚇，所以都好開心可以即係做到呢個效果。誒、我嘅報告咧大概分四部分啦嚇，第一部分就係引言啦嚇，咁第二部分就睇咗即係一啲典外文獻，對於聖殿被毀，佢哋描述嘅時候咧，佢嗰啲嘅情感嚇，嗰個嘅感受嘅描述嚇，咁跟住第三部分其實就係最重要，就係分析誒《共觀福音》嚇裏邊相關嘅情緒嘅描述嚇，咁最後就係結論嚇。咁如果即係好簡單、好簡單咁樣講咧嚇，你從耶穌潔淨聖殿嘅記載前後去睇咧，其實耶穌潔淨聖殿嗰部分喺三卷嘅福音書，直接描述情緒嘅詞彙咧，幾乎係冇㗎吓。咁佢冇話耶穌好嬲啊，冇話耶穌打人啊，即係冇嘅其實。咁但係，喺耶穌潔淨聖殿嘅前後嚇，或者甚至遠離耶穌潔淨聖殿，對於有關聖殿嗰個嘅破落或者被毀，三卷福音書都有一啲關於呢一個過程亦帶出嚟嗰個情緒嘅描述。咁呢篇論文主要就係即係想有一個咁樣嘅鳥瞰啦，亦都咧想睇下即係情緒喺整個嘅敘事裏邊嗰個嘅角色。所以有同學即係參與呢個會議嘅同學都即係問我，佢話呢個似乎都係即係情緒係一個嘅誒手法嚇，即係讓作者去傳遞佢嘅神學。我話某個程度上呢個即係嘅結論係正確嘅。嗯而咧，更加多我哋喺會上面去討論嘅就係，即係我揾到嘅嗰啲嘅差異，其實對即係整卷福音書係嗰個主題啊，或者佢個脈絡啊，係即係有冇幫助，有冇呼應咧咁樣。咁我哋討論嘅時候，即係都提到好多即係呢啲嘅發現嘅意義，咁都係非常之有意思嘅嚇，即係令到即係我再反省即係呢一個主題嘅時候，亦都俾到我多啲嘅方向去點樣繼續發展呢一個嘅論文。所以都會嚇，即係嘗試將即係呢個論文咧詳細寫出嚟。咁到時即係如果有發表嘅話咧，可以請大家邀請大家咧就去睇即係嗰個文本啦。